去鋪頭買衫點講㗎？數學教你邊個折扣最平。大家好，我哋係劉衰奇同鍾天來。你行緊街，你要去一間鋪頭買2件一樣嘅恤衫，但係好貴，你想要2件平啲，你點講㗎？你要設個講價折扣，第1件半價，2件8折，第1件9折，第2件6折，買2減50。我哋今日用函數教你哋邊個講價折扣買2件最平。而家我哋計算下每個講價折扣。折扣1，第1件半價。喺呢個講價折扣中，我想要第1件衫半價。呢個折扣可以寫作一個函數，每件衫嘅原價係 x， 半價就係 0.5x， 所以買2件嘅函數表達式係 x 加 0.5x 等於 1.5x， 2件嘅價錢係原價嘅 1.5 倍。如果每件衫嘅原價係100蚊，2件嘅價錢就係100嘅 1.5 倍，150蚊。折扣2，2件8折。喺呢個講價折扣中，2件衫都係8折。每件衫嘅原價係 x， 咁打折之後係 0.8x， 買2件衫可以寫作1乘 0.8x 等於 1.6x。同之前一樣，每件恤衫嘅原價係100蚊，2件恤衫就係160蚊。折扣3，喺呢個折扣中，第1件9折先，跟住第2件6折啦。同前面嘅函數一樣，咁第1件衫折扣之後係 0.9x， 第2件係 0.6x， 買2件衫嘅總價係 0.9x 加 0.6x 等於 1.5x， 所以2件衫嘅價錢係150蚊。除咗前3種折扣之外，我哋仲可以試下買200蚊減40蚊嘅折扣。每件恤衫嘅原價係 x， 咁2件恤衫嘅價錢係2個 x。如果每件恤衫嘅原價係100蚊，咁買2件恤衫嘅價錢係160蚊，都平咗好多喎。但係如果恤衫嘅價錢少過100蚊，買2件恤衫嘅價錢就唔夠，買200減40，咁就冇折扣啦。所以呢，我哋嘅講價折扣要因為衫嘅原價變動㗎。咁如果一件恤衫係100蚊，喺呢4個折扣中，邊個折扣係最平嘅呢？我哋可以睇到折扣2同4嘅價錢都係160蚊，所以呢，折扣1同3嘅150蚊係最平嘅啦。其實唔止買衫，去茶餐廳食嘢都可以用函數添，好似下晝茶餐。A 餐係1杯奶茶同1碗西米露，38蚊。B 餐係奶茶嘅原價係25蚊，西米露嘅原價係20蚊，2件8折。咁邊個平啲呢？呢度 A 餐嘅總價係38蚊，B 餐原價係45蚊，打咗8折之後係36蚊，B 餐平咗2蚊喎。所以呢，數學唔止係試卷上嘅題目，仲係我哋生活中講價嘅好幫手添。下次見到打折，唔好再睇個折字，記得用我哋今日學嘅變量關係記下先，一定唔會蝕本。有興趣嘅同學，落堂可以去行街試下。